大家好，我係娛樂滿天飛替工主播洪仕仁，今日第一次同大家做節目。新聞女王2尋日傳來好消息，先後成功進展內地9大榜第1位，分別為優酷熱搜榜、優酷劇集熱度榜、優酷港劇榜、優酷都市榜、優酷劇集7日暢銷榜、劇集熱度指數熱播榜、抖音娛樂榜、全網港劇招商收入及全網港劇招商客戶數量。新聞女王2另外仲有逾160條欄目登上微博熱搜榜，包括新聞女王2又來爆金句了、佘詩曼文為心回來了及新聞女王2李施嬅飾演的張嘉賢等。新聞女王2響抖音平台亦攞得標炳成績，當中新聞女王2主話題播放量逾19.5億，新聞女王2開播話題則成功稱霸抖音娛樂榜首位。新聞女王2梁景仁開局下線亦成功打入3甲位置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係娛樂滿天飛替工主播洪仕仁，下次見。